新竹县江南乡农会今仔日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，互民众哪算哪了解当地的特色食材。现场也互民众动手做爆米香甲红菇粿，佮邀请150位民众做20公尺长的寿司。百外人做伙做醋饭烤，现场热闹滚滚，佮有真侪家长专工带囡仔第一摆体验做醋饭烤，也趁机会教囡仔珍惜食材。做这足趣味的，回去了后嘛会使学了要哪做，会搁较珍惜食物，会搁较认真食饭。自己该吃的饭自己决定要多少，然后适量的饭跟自己要珍惜每一口的食物。新竹县拜六举办食农教育活动，现场除了有醋饭烤以外，佮设计真侪体验关卡，透过趣味的活动，互民众更加明白稻米的栽培过程以及营养价值。也希望大家体会农民辛苦的所在。活动里面也有针对我们各种稻米的特性，去做一些寓教于乐的说明。多吃一口饭，珍惜食物，因为现在全世界也非常重视粮食存量的问题。这是我们今天办理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用意。活动现场有爆米香体验以及红菇粿制作教学，无论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。透过食农教育活动来学习农业相关知识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